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上礼拜，我们看下一看的苏花改开发工厂同文化资产保护的两难。今日的节目，我们要继续带了解的是人力不足的情形。苏花改南澳岛和平业节也都为本本为止，中央央考古团队也在3年路线长久唔下到，现在没想到又也都会定义成文化城。考古弄个研究的时间来也到。原来也总开爱来医师人工，现从事唔得用机器，如将会破坏到文化资产。有到位置价格如果抽屉，爱做工人无按简单。考古喺台湾一路以来，如无嘛受到注意同重视，又按清苦按硬门，从其他那边元素风采热杂，元素各种嘅唔底片，大多数人怕糖到如姜嘅哟，甚至到考古人才接唔到。向下来对本本位置来认识考古也怎样办？再过来，他们现在正在拆解，已经很高，已经拆到剩下这样了哈。那个正在拆解，然后做记录的这个部分呢，则是他房子靠山的这边的那堵墙，那堵墙，这是他房子的博坎。也就对花莲来嘅高中先生来到本本位置嘅考古现场，认真听等考古嘅帮主持人刘义聪解说，还不时头累累嘅记下笔记。这个是煮东西吃，要怎样？要致密，但是要透活性怎样？强。埋喺层层嘅地底下，能熱出來嘅文物，特片爛係嘅廢片、盤樸材質都有嘢時代意義同外見。對體現從業嘅人來講，考古係該愛耐心嘅長期工作。考古人員拿等四足百嘢，細心細意同沙被背開，以下要揾個工具，強手強腳同爛係嘅廢片拿出來。我看見來色啦，韓國嘅兩種土石流較多，有到衝遇到親情，cái này với thuần thể phải用300公廠cái只探坑嘅有冇？已經về 300公分，係冇về到嘅文化村。為到熱到老師文物，也係骨頭也掉，考古人員這身呢，冇就跑到天泥行來嘅，順後還有人同也掉高層記錄下來。像個東西其實那隻石頭，那隻素材佢用蠻標記，天出有古天嘅意義嚟做背後，所以一項嘅東西，我天天嚟去處理，天天嚟做，當咪同嘅。做考古也得有時間，那麼投暗床。那这结构平面图的测绘是为了要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一些踪迹。那这些文化资产一旦桥墩建上去之后，就会完全消失了。就我们也无法去用其他的途径来了解当时人的生活情况。或者是他们一些生活习惯，还有结构的一些堆叠方式。考古嘅東西，下愛人講愛較夾到嘅其實已難，因為係講鐵條件、鐵路處同東西熱出來有冇詳細記錄，熱出來嘅老文物更怕沒冇辦法出現。因為當文化城在開始發掘的時候，是完全禁止使用任何機械進場的。假設我們使用重機去把它挖開或剷除的話，那周圍的全部結構、文化資產的結構也都會被破壞。因為大方嘅記錄都正有其背後嘅意義在啦，你冇做好先哦，東西凊彩白白來起起來，每下佢嘛冇好，可能你都數一堆東西啊，你唔得用蠻整理嘅。也就認真考古更唔得，個數時間壓力過大，尤其像安尼嘅長久考古，我睇天出嘅時間內完成，因為工廠冇可能為到考古就做前停下來。蘇花改工廠總共有超過17個橋墩，露體位置面向考古團隊同工廠團隊，路搶接利用嘅睇下附近，唔熱水鴉片往外做勢，唔熱水葉片換做葉片。本本位置一夜就熱嚟3年，一當中按到位考古人員均可睇留社會環境都做些成法。像你這條係咪落葉咩做唔得？
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冇法度。跟奶個個屈唔下，本錢咩背唔下，有咩說係要昆田食飯？哎呦，我要昆田食飯咯，後天就親好做啦，奶鬆親好做，就為了可能太濕顧下多，攏濕顧下多啊。啊，做呀考古現場最，我感覺最辛苦，如係你要面對一條天氣啊，熱天嘅時節，一條清熱，一搭尾冇乜個所在好炸樣嘛。啊，寒天嘅時節，一搭尾個時常會落水啊，啊個寒風隔水，一搭尾嘛冇乜個所在好本人漂浮嘅，如後邊嘅會有一條工寮嘅專門本做工廠嘅人最大嘅，啊個生活嘅環境嘛冇講清理想。考古團隊一般來講由計劃主持人、考古處理、去田野嘅人，用中人員換本位置考古計劃團隊做理業。計劃主持人底下有7個考古處理、9位生女培穩整理人員、32個去田野嘅人，一流人員包含一般工人、技術工人同記錄人員。其中技術工人至少要8年能培養得出來，考古處理一般係相關學科專業嘅。不過考古喺台灣一路以來，無論讀書也係就業，就冇多人讀，冇多人做，人才又唔係兩下班就見工。韓國一項勢頭鬼辛苦，告訴台灣冇幾多位考古團隊。一個計劃還沒有結束，那可能助理人員可能就一批換過一批，變成我們專業的部分能力，就好像缺乏一個持續不斷的一些自我的提升。那人才是有斷層的一個跡象。啊，技術工人嘅養成度，真有時間咧。啊，助理呢，採體總係大學，係碩士畢業咧。要專業嘅即個，該專業嘅該修養啦，嚇。佢要通過安尼科目，佢將寫記錄啊，像地學畫圖，將地學介紹嘅係乜嘅東西啊，嚇。啊，個全面程度像係安尼，較資深嘅考古家啦，嚇。啊，對台灣來講，實在是真少。台灣要是在做安尼工作嘅團隊呢，親家算起來5個團隊。一項項嘅事情文物本都清清楚楚，團結編好事後，也都留喺外地事前人類發通嘅重要線索。台灣嘅歷史冇咁簡單啦，唔係講400年前講漢語嚇，講福佬話變客話嘅人來台灣，將開始唔係，嗰較早都有人來，所以佢重要性係乜嘢？本人了解到台灣7家列島土地嘅歷史，因對列島土地嘅歷史地圖，是在改寫，是在重新定位到台灣嘅歷史。本人嘅後台地講，台灣列島土地係完全發展過來，呢種要緊。有考古就可能會改寫歷史，不過按到開發工廠未提改寫歷史，也到考古研究人員喺安排嘅時間內，我列出台灣萬古在來嘅人類文化係樣嘅發展呢，想要整理出韓國完整嘅台灣。